来看16世纪威尼斯文艺复兴画家提香，伊的作品即马去互研究人员发现讲，伫咧伊1570年的一幅油画内底，这内底竟然有藏一个查甫人的画像，实在是真特别。咱做伙来看卖。 原本是例行的修复检测，塞浦路斯的研究人员今年意外发现一个藏超过450年的秘密。这作品是威尼斯文艺复兴大师提香伫1570年的作品。看这个人，油画本身画是被绑起来头伫刺牙馆的耶稣基督，啊，毋过提到焊架下骹所发现画作笔痕下骹，好亲像有小可其他颜料的痕迹。 It was even almost as if we were conducting a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n this painting because we approached it from the surface up and we started looking into the layers of its stratigraphy using a range of imaging methods. 专家透过电光灯非侵入性的影像技术，找出油画下骹蕴藏世界，结果真是发现新大陆。原来伫这幅耶稣油画下骹，佫藏另外一个查甫人画像，互研究人员是真欢喜。This is clearly the portrait of I don't know, a banker, a lawyer, some professional man in his workspace. 趣味是，温藏版的查甫人画像是甲油画表面的耶稣像完全颠倒，所以查甫人下海线条是被用来为捆绑耶稣双手的锁啊。提香为什么会安尼做？有原是这笔。这把温藏版查甫人画像也为提香的研究提供正重要的线索。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